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15号，这一期啊，咱們繼續胡聊胡市、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啊。今天這個胡市走勢啊，已經是震盪，監管的意圖啊，表現得一覽無餘啊。三大指數漲跌不一，滬指盤中一度跌破4100點，創業板指數午後探底回升。截至收盤啊，滬指跌0.33%，深成指漲0.41%，創業板指數漲0.54%。滬深兩市成交額2.91萬億，比上個交易日啊縮量1萬億，2230家上漲，3121家下跌。昨天啊，監管啊踩了剎車，放出了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就是要慢牛，不要瘋牛，就這意思啊。但是啊，你越這樣，這個資金啊，既然它得到了一個信號，就是要漲，那你就很難控制它，對吧？你表現出來是要希望它漲，指數漲，但是不要漲太快。你只要這個預期一形成，這些這個所謂的啊投資者實際上是賭客啊，瘋狂入市，一定會把這個市場搞崩，也就是加速。你越希望它慢，它越快，因為它這個就是在他們的心中啊，這上漲的這個信號已經很明顯。當然了，更多的是場內資金啊，場內資金在加槓桿，所以監管啊給他來了一下，潑了一盆涼水，對吧？把這個80%改成100%融資啊，實際上它這就是個信號。所以你看今天啊，按理來說啊，那應該是偃旗息鼓，是吧？但是今天還是很強勢啊，成交量只萎縮了1萬億啊，還是將近3萬億啊，而且還有很多股票漲停啊。根據這個財經網的報道，多隻大牛股現10億元以上的賣單。今天上午多隻近期熱門股跌停，多隻股票賣一位置出現巨量賣單。海格通信上午牢牢封住跌停，這個海格通信近期 A 股市場的大牛股之一啊，一個月翻倍。還有鹽商科技今天上午多數時間牢牢封住跌停，盤中賣一位置長時間出現4億股巨量賣單，折合市值48億元左右。金鋒科技今天上午多數時間封住跌停，盤中賣一位置長時間出現約 1.3億股巨量的賣單。這個金鋒科技也是一個月翻倍啊，都是熱門股大牛股啊，這些強勢股啊出現大賣單，這就是一個信號。然後呢，這個操控指數的這個保險、銀行、證券也參與了這個指數調控啊，死死的壓住指數。怎麼說呢？短期內啊，實際上這個大盤風險不大，就是我說的是這個指數啊，原因就是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政府越这樣，那些資金啊，它越要進來，因為它已經知道你的底牌啊，你的底牌就是希望慢牛嘛，慢慢漲，那就還是漲，所以他們就想辦法啊，借錢、貸款、加槓桿上，那要不了多長時間，恐怕還得這個加速往上漲啊。這個時候政府再出手打壓，得反復好幾回。這個像極了這個房地產調控啊，大家回憶一下，實際上2014年還是15年，政府就提出房住不炒，不讓炒，和2016年開始就大面積的限購、限售，各種政策都出來了。但是啊，伴隨着限購、限售，是不是漲得更厲害？因為大家的形成一個預期，那房價是閉着眼漲，沒有人擔心它會跌的。那個時候就是你越限，他越買，對吧？夫妻倆人想法離婚，為了購房資格啊，離婚去買房，然後假結婚買房，假離婚買房，房價一直漲到2021年，甚至2022年，後面漲了5、6年、6、7年。這個伴隨着政府一路啊，這個打壓限制，直到恒大一爆雷才徹底崩了。現在想救也救不了，對吧？現在都埋怨別人唱空，股市也差不多啊。邏輯是一個邏輯啊，什麼邏輯呢？就是大家已經知道政府底牌，政府自己在培養對手盤。如果说房地產漲，還有這個一些這個叫什麼特殊原因，對吧？你比如說土地稀缺性，不可再生的資源，位置好的地方，对吧？它是有限的，什麼學區等等吧。但是你說股市這政府是真擔心啊，像這麼風潮，如果一旦形成一個預期啊，也就是大家把眼睛閉着，把錢往股市扔，明年保證能賺20%、50%，那社會上所有的資金都會進入股市，就像7、8年前社會資金全部進房地產一樣。那個時候大家還記得吧？叫房地產綁架了實體經濟，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所以監管很害怕啊，一旦形成這個局面，股市到時候又是綁架經濟，所有的人不務正業，上市公司一賺錢立馬去炒股，對吧？大家貸款去炒股，夫妻離婚炒股，夫妻假結婚假離婚炒股，跟買房是一樣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啊，你政府你怎麼調控？既然你給大家預期它是要漲，這些所謂的聰明的資金啊，這就玩命往裡扎。相比較房地產而言，那股市那更是沙灘上建高樓啊，因為你对應的這些
公司都是些什麼公司呢？啊，絕大部分是產生不了任何利益的，產生不了什麼利潤，都是講故事。你房子吧，好歹還看得見摸得着，在哪兒？你買那股票的吧，那公司過2年就退市了，所以沙灘上建高樓，一旦塌下來就要完蛋。這個都不是咱們瞎編的啊。財經雜誌報道說，2025年10大財務造假上市公司，2025年43家公司虛增收入合計150億元。2025年監管層查處了哪些典型財務造假案？據財經不安全統計，2025年因虛增營業收入、虛增利潤且收到行政處罰決定書的公司43家，虛增營業收入合計150億元，與2024年34家虛增收入合計超6000億元相比，查處的財務造假公司數量在增加，但虛增金額同比大幅下滑。我覺得大家動動腦筋想一想啊，24年財務造假是34家查了，25年查了43家，為什麼你既然這個叫嚴監管，怎麼還越查越多呢？這造假的上市公司怎麼越來越多？這個不是個怪現象嗎？你怎麼壞人越抓越多？你這是應該環境壞了，你蹲在那個廁所裡面找蛆，那蛆找得乾淨嗎？那個廁所要收拾一下。多了不說了啊，我說這個是什麼意思啊？有很多啊一些剛入市的小股民不要跑过來龇牙咧嘴的。我說這個市場啊不值得投資，對吧？你說你博弈，你去這個賭博，你去這個那是你的事，对吧？我們講的道理就是這個市場不值得去投資，不值得把你的養老錢扔裡面，對吧？或許啊你在裡面賺了一點錢，但是你能不能把它捂住呢？這是個問題啊，對吧？你抓那些交易性機會哪兒都有啊，对吧？比特幣、黃金、期貨你都可以去交易啊，那都是還T+0，對不對？都好啊，對吧？咱們說的這個胡適啊，那都是媒體自己報道的。24年查了34家，25年查43家。我跟你說吧，這個數字還是控制的，精心控制。什麼時候啊允許互相監督，允許這個做空機制，對吧？允許這麼類似於這個渾水呀，對吧？這種做空機構來做空，那個時候恐怕市場就好得多。現在連查哪一家查不查到什麼地步，那都是精準控制。哎，這就是為什麼胡適造假叫禁而不止，杜而不絕。我們再看看這個存款搬家啊，現在很多人呢做夢都希望存款搬家。格隆會說啊，60萬億存款年內到期 ，A 股接得住嗎？具體的咱就不說了啊，反正說今年有很多這個3年期、5年期這個長期存款都要到期，到期了之後會不會進股市？哎，這也是為什麼好多人呢在胡適加槓桿，瘋狂加槓桿，把這股價炒高，就等着這些存款啊到期之後他們來接盘。哎，這就是他们的算盘啊，要麼就是外資來接盤，人外資的比鬼都精，接盤接到現在，外資唱多唱2年了，看好這個中國資產，看好胡適，看好港股，他已經唱多2年了。別的不說啊，反正外資一共才100億美元，這個胡適和港股啊，佔人家那個資產的0.點幾，那算什麼呢？對吧？你一個貝萊德管理上萬億美元的資產，或者在你這投個10幾億、20億美元，就這機構就天天吹，媒體就天天吹，看好這個胡適，也就是場內資金啊自娛自樂，加槓桿、融券、融資啊，然後希望這個場外資金來接盤。這場外資金要麼就是老百姓的存款，要麼就是外資。這外資是不會上當的啊，外資就是接盤，人家也是配置，對吧？本來在你這兒只佔0.5%，現在人家提高到0.8%，就這個意思。那存款會不會搬家呢？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啊，現在不存在存款搬家的問題，這個一直是我的觀點啊。這個央行啊剛剛公布的數據說明了一切啊。2025年全年住戶存款增加14.64萬億元，12月末本外幣存款餘額336萬億元，同比增長9%。月末人民幣存款餘額328.6萬億元，同比增長8.7%。全年人民幣存款增加26萬億，其中住戶存款增加14.6萬億，非金融企業存款增加2.31萬億，財政性存款增加6579萬億元了。12月末外幣存款餘額1.07萬億美元，同比增長25%，全年外幣存款增加2135億美元。這些數字啊就已經明確的告訴我們，沒有什麼存款搬家。首先啊，這個外幣好理解，12月份呢外幣存款餘額是1.07萬億，比去年增長25%，那不是咱們已經破紀錄的那個貿易順差嗎？對吧？這個比較好理解啊，外幣這個。那人民幣呢？人民幣存款啊增加了8.7%，全年多了26萬億。這26萬億裡面有政府的，對吧？有企業的。那麼具體到住戶的存款增加了14.6萬億，這哪來的存款搬家呀？這是大量的錢往銀
銀行來存款，這存款的增加哪有搬家呀？如果是存款搬家的話，那我們的住戶存款的余額是在下降或者不增长，这才叫搬家。大家想一想，捫心自問一下，整個25年是不是賺錢更難了？大家收入都在下降，賺錢更難的情況下，存款居然還增加了14.6萬億。你只能說明大家是勒緊褲腰帶，對吧？玩命的存錢，有錢人也在存錢，沒錢人也在存錢，否則你解釋不了這現象。住戶存款增加將近15萬億啊，什麼概念？所以2025年，對吧？7月份還9月份，很多專家說什麼存款搬家，說什麼存款減少了，這都是專家啊，這些炒股的人的一些叫夢想啊，就希望這些存款去接盤。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繩啊。也就是大家對未來的預期不太好，而且咱們的社保、養老這些體系啊不完善，所以老百姓都很老實，悶頭啊把錢往銀行存，你怎麼忽悠他也不出來。在這種背景下啊，這個場內資金啊瘋狂加槓桿，瘋狂自娛自樂，瘋狂的炒那個熱點，對吧？什麼商業航天，什麼 AI 應用，還有什麼算力，很快泡沫就要破裂啊！以產業夢想為名的泡沫炒作已經達到頂峰，有形的手再次開始蠢蠢欲動，散戶再去追高那些啊什麼金風科技，什麼易中天，一旦套住，跟那個建功爺叔是一樣的，10年解不了套，15年都解不了套，甚至有可能要退市，對吧？这些槓桿資金啊，這些融資的錢啊，都在扎在那個熱門股裡面。它越熱門股越賺錢，越賺錢它越融資，你知道吧？無限循環推高。實際上，你別看股市啊漲到4200了，很多散戶，如果您配置的是 ETF， 什麼指數基金還好一點，很多人自己炒的，你買了那個老登股，你基本上就是在那個牛市裡面，對吧？在這個老登股裡面躲牛市啊。那些什麼半導體，對吧？算力、商業航天，你也不敢追，因為它1個月就翻倍，誰敢追呢？等你咬牙切齒追進去，人家開始回調了。銀行股、保險股也是的，它平時就是不溫不火，對吧？這漲一點，跌2點，但是它偶爾突然一漲，但是散戶也很難去買這股票。你一買這個吧，它的賬戶沒有變化，2個月一看還是那麼多，它憋屈啊！看別的股票天天都漲停，20厘米、10厘米，哎，等它忍不住了，把一賣吧，哎，銀行股它又漲了，漲2天，漲個8%，這時候它又追進去，就是完美的就躲過了啊！這個銀行股不是天天漲，它不漲了幾天，然後它就開始橫盤。那些這個熱門股不敢追，那老登股天天跌，比如茅台吧。所以說啊，雖然指數啊漲了1000多點，但是大量的散戶其實不賺錢，就是在這裡瞎忙，賺個熱鬧。我上一次以那個爺叔那個上海建工啊為例，他不是前2天突然拉了個漲停嗎？那你說爺叔他是拋還是不拋？是波段操作還是持股不動？你要持股不動吧，那好，那就是坐了電梯，過2天啊，他又回到2塊6，對吧？你要一咬牙，我減倉波段操作，哎，他又給你拉個漲停，漲到3塊多，你說你難受不？這個專家說啊，他說股市乾淨才能推動存款搬家入市。A 股2026年向好趨勢不變。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企業研究中心研究員劉書威在新浪金麒麟論壇上表示，他說老百姓啊已經親眼看到中國股市越來越乾淨了，所以才敢把儲蓄的錢、存在銀行的錢搬到股市來，這是推動中國股市牛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這一次肯定是個長牛。這讓我想起了這個房地產一路高歌向上的時候，這些專家是吧，都說房價永遠漲，那些經濟學家現在房價跌成這樣了，臉都打腫了，還在那吹房價還要漲，一個道理啊，就是說股市漲不漲，股市有可能會漲，但是你知道它地基不牢啊，就这些專家他就看不見嗎？就是這麼一個作弊的市場，他能走得遠，所以這專家不負責任啊！你要跟着專家後面炒股，賠了他可不負責啊，就像跟着專家後面買房一樣啊！好多經濟學家、好多專家以前是帶着購房團呢，到處買房，對吧？這個什麼郎教授，什麼還好多炒房的，對吧？還有這個很多啊，大家自己去翻一翻吧。經濟學家啊，帶着自己的粉絲在北京啊，在什麼深圳啊，到處買房，都是被深套啊！現在是要死要活的。同樣的啊，你要看这些專家的炒股，专家說26年這股市行情好，這個證券專家劉繼鵬說啊，海量資金正潛伏 A 股，只等股市一個信號。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繼鵬表示，中國股市正迎來資金供給紅利，境內個人投資者股票資產當前僅佔11%，遠低於房地產的54%和現金的28%。海量資金實際上正在等待着向股票市場轉移。這些你要聽專家的啊，恐怕年都能過錯啊。這些所謂的證券專家啊，還有經濟學家，你應該多關注股市的治理，對吧？什麼時候真的啊，你讓渾水，讓中國的渾水啊，都查不到造假的上市公司，那個時候就好了。21世紀經濟報報道啊，這個向
向日葵遭立案調查，重組终止，股價一字跌停。1月15號，向日葵20厘米一字跌停，報 4.96 元每股，总市值64億元。截至10點28分呢，賣一位置壓單高達105萬手。消息面上，向日葵发布公告稱，公司于1月14日收到中国證監會下發的立案告知書，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根據相關法律法規，中國證監會決定對公司進行立案。20厘米啊，就是跌停20%，跌停了啊，誰也跑不了。我不知道向日葵多少股東啊，多少股民在里面，這得多爽啊！20%沒了啊，明天說不定還要來個20%，一個都別想跑。我們再看看啊，有一個做民宿的一個美女啊，她上當受騙，被人詐騙60萬的親身經歷，大家看視頻啊。我10天前被詐騙了60萬，自以為是精明腦袋，自以為電詐這種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最新的詐騙套路，今天我想把我的经歷分享給大家，让大家引以為戒。我本身是做民宿的，就在8月10日左右，有人以租客的形式在後台私信我要租房，並且他稱只是公司的員工，幫老板諮詢訂房的信息。因為後台每天諮詢不斷，我就正常和他溝通。他說在支付寶聯繫，因為他是要長租的，我不想錯失這單生意，就嘗試着聯繫了他。加上支付寶好友以後，我就直接問他為什麼不能在微信上聯繫。他自稱是正在做交易公司的系統修復，不能登錄聊天軟件。我就沒再多想，確認了一下入住信息，都是一些環境設施、入住人數、時間的正常諮詢，以及定金、押金和租金的協商。在往後的幾天，也都是像正常的租客一樣，問一下當地的人文、旅遊環境和攻略等。我也是毫無防備的熱情介紹一位大客戶來了。誰知道我才是那個大客戶。經過幾天的熟絡，他開始請求我的幫助，要求我登錄一下網站，測試一下他現在的修復數據，他的工作就能結束了，盡早辦理入住。說自己的媽媽年邁，玩不了智能手機，現在的工作環境也沒有辦法請求別人的幫忙。我在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有一點警覺了，我說讓你的老婆幫你，但是他又自稱自己的妻子已經離世，自己帶孩子，外加4個老人。現在想想這種鬼話都能信，我當時腦子是不是已經被驢踢了？在我屢次不願意幫忙，覺得不安全的時候，他提出先把1000元的定金轉給我，讓我100個放心，只是幫他一個小忙。天殺的我就信了，登錄了一個陌生的網站，自稱是國際交易平台，讓我幫忙登錄他的賬號。他說正在為這個交易平台修復數據。登錄了賬號以後，讓我在規定的時間購買國際黃金，然後在固定的時間賣出。短短的幾十秒鐘時間，買進賣出，賺了上萬塊錢。操作了1次，還要求第2次、第3次，我就本能的拒絕了，覺得不太安全。然後他就直接打電話過來，發了工作環境、公司、身份信息，以及再三的確定安全性。他說他正在贍養4個老人和女兒，壓力很大，希望我能在這幾天的時間裡幫一下他，並且他把女兒的照片發過來給我看。這個時候就已經在賣慘博同情了，但是我沒有發覺，並且說可以帶我一起玩，但是機會難得，只有這幾天的時間進行一個精準的買賣賺錢。人性的貪婪會使自己吃大虧。我居然鬼使神差的相信了，一步一步落入了他精心布置的陷阱。在前面的1-2天都是可以很快提现到賬的，所以我慢慢放下了戒心，把我所有的存款都放入了這個黑網裡。並且在這個期間，他會幫你不斷的支招，哪裡可以貸款，哪裡可以借錢，撺到你在裡面放更多的錢。從事情開始發展到現在，也不過只有1周而已。這個人在這幾天無時無刻的不在和你聊天，從家庭、事業到孩子的教育，我真的感覺我當時像被洗腦了一樣。我真的現在想想才知道什麼叫魔障，什麼叫着魔，感覺整個人傻了。感覺到事情的不對，是他把入住的時間一拖再拖，我才開始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騙局。我還在企圖安慰自己，會不會是自己想多了？結果在小紅書上一搜，才知道這個人已經是詐騙老手了。那一刻真的覺得自己眼前發黑，頓感頭暈惡心，但是只能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想一想到底有什麼解決辦法。現在回想一遍，心都還是慌的。這個時候我假裝自己還什麼都不知道，謊稱我的保險裡還能再貸款30萬，但是需要先把欠款先還進去，所以提現了10萬，明天就可以繼續放入大額了。騙子可能相信了吧，在我通知他之後提現到賬了。到賬後我又緊接着提現了20萬，在經過幾番周旋後，可能被騙子意識到我已經識破了，所以提现失敗了。在提现失敗後的1天內，網站就已經登不上去了，顯示白屏。此人再發信息再打電話，就已經不再會有任何回復了。
我当時就感覺心臟已經快從嘴巴裡跳出來了，真的感覺兩眼發黑，渾身發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根本不願意相信自己被騙了。更害怕是家人知道後的擔心和牽掛。我幾乎連續1周的茶不思飯不想，惡心嘔吐。從被詐騙到現在10多天過去了，如果沒有朋友的幫助，我根本走不出來，我會不斷陷入內耗中。這無疑是這段經歷中更致命的一擊。我暫且有手有腳有償還能力，但若換成其他恰逢難處的人，那又會是怎樣的無助和絕望？永遠不要覺得自己聰明，永遠不要獨自解決問題。但凡有不對勁兒的問題，一定要同步親友，一定要聽勸。騙我的那個人，你一定會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不能確定他是不是在講故事啊，是不是劇本，但是啊，他這種騙局那是屢見不鮮呢。而且他這個騙局也不是什麼新騙局啊，這個電詐不都是這麼操作嗎？对吧？騙得你的信任，騙得你的同情，再利用你的貪婪，沒什麼新鮮的。我們再看看這個胡錫進老師啊，胡錫進老師對這個特朗普可能要打擊伊朗啊，打擊伊朗這個神棍政權呢，特朗普不是多次揚言嗎？極限施壓。那胡錫進老師現在也是操碎了心呐。這胡錫進老師寫了個非常長的微博，咱們就不看了，他都是轉述什麼紐約時報啊、CNN 媒體報道啊，各種西方媒體的報道。然後他最後他個人評論部分很有意思。最後胡錫進說他說老胡傾向於認為特朗普好吹牛，他原本其實更想嚇唬伊朗，抬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威懾力，但是現在他把自己套進去了。他如果動手，會把帶來什麼戰略結果交給上帝，他本人將更關心短期宣傳效果，因此他很可能是亂炸一氣，爭取對伊朗主要領導人實現定點清除，但不對接下來的伊朗命運做任何承諾，只搞事不對後果負責。這也是特朗普的一貫作風。一旦伊朗的造反者遭到更多打擊壓制，或者該國出現混亂，華盛頓會找出各種說辭，將責任推給伊朗的專制政權。胡錫進老師把這個專制政權打了個引號，也就是他內心裡面他不認為伊朗這個神棍政權是什麼專制政权，所以他打了個引號嘛。或伊朗國內届时與美國敵對的力量。事到如今，老胡個人預測，特朗普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的可能性已經較大超過了他不動手的可能性，但是一個更高的幾率是，這次軍事行動將留下一個政治及軍事上的新的爛尾工程。胡錫進老師很有意思首先我不知道他站在什麼立場上說這個話實際上把他文章讀一遍才發現，胡錫進老師他是站在這個伊朗的教士集團的這個角度，從這個視角來評論。當然同時他有的時候他又站在另外一個國家的角度，是以與美國為敵的這麼一個角度，這是胡錫進老師自帶的一個濾鏡，就是他天然的他就把自己對吧跟美國為敵對立面。那你說這種評論他沒辦法客觀公正對吧？他要麼從這個美國的對立面這個角度看問題，要麼就是從伊朗的這個神棍政權的角度看問題，他唯獨沒有通過伊朗人民這個視角，他也沒有通過什麼印度老百姓的視角去看問題，所以就讓人笑話。我們不能不說這個特朗普確實說話他不着調，但是他做事不好說吧，對吧？你比如說我上午做的節目他在委內瑞拉，他可不是頭腦發熱可不是什麼一时興起，人家後續是一個組合拳，雖然這個拳打的現在好像還不是很好，但人家是在按部就班委內瑞拉沒有亂，石油馬上要開採。那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呢，我想這特朗普他肯定要想到後面，他不是說炸一通就跑。而胡錫進老師他認為特朗普跑去炸一通就跑，扔下一個爛攤子。我倒是覺得胡錫進那太小看特朗普了。特朗普要麼不炸，要炸的話他應該有後續的一些措施首先炸哪裡呢，對吧？炸哪裡有講究，那些什麼導彈基地对吧，那些導彈設計院核武器相關的那些資產恐怕都要挨炸。第二個炸什麼呢？炸伊朗的指揮系統、神經中樞對吧？癱瘓伊朗的這種指揮系統，比如說各大什麼這種部隊的這種指揮所類似這種關鍵節點對吧？讓伊朗這個整個的系統的癱瘓、高位截癱。接下來恐怕就是伊朗的反对派。那現在唯一就是我認為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就是伊朗的反對派力量還弱了一點，也很難馬上就讓伊朗穩定下來，恐怕這個是他們要顧慮的。胡錫進老師他無視伊朗人現在遭受的痛苦，他無視伊朗人現在活不下去，他把這個簡單的把它看作是美國霸權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對伊朗的迫害，仿佛伊朗老百姓
是死是活不重要，只要教师集团在那儿宣称自己跟胡锡进老师是老朋友就行了。胡锡进老師啊，恐怕从委内瑞拉、伊朗还有这个叙利亞的这個遭遇啊，叫誤傷其類，感同身受。網友問胡锡進老師啊，說你說一說哈梅內伊到底慌不慌，對吧？你先不要說啊，大國最不慌，對吧？你先說一說哈梅內伊慌不慌？如果是老百姓支持的，他就不會慌。你比如說澤倫斯基，對吧？當敵人侵略者已經達到首都基輔城下的時候，他都沒跑，他都不慌，這叫不慌。然後敢打開這個軍庫，把槍發給老百姓，這叫不慌。哈梅內伊呢，先是斷網，再是封鎖這個關閉領空。胡錫進老師回答一下，這是慌還是不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截然相反的？不就是哈梅內伊對吧？他代表不了伊朗人民，而澤倫斯基人家就是代表烏克蘭人民，就這麼簡單。一個代表不了伊朗人民的這個政權，你胡錫進老師跟他綁得那麼緊幹什麼呢？是要跟他一起沉下去嗎？是要助紂為虐嗎？對吧？應該及時果斷的劃清界限。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